strike off in real games? Yeah. What do you feel about the game? Felt great. Mixed up as much as I could. Just made sure all my pitches were executed. And today's splitter was really good today, and I made sure I threw that a lot, and felt just everything was pretty smooth today, pretty good. 今天感觉不错了就是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就是把他自己该有的一个水准表现出来了。那今天他今天其实他的直发球状况很好，所以说今天就蛮多的。那今天就是确定他想要的位置，然后让尽量就是把他的飞行员要强。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朋友和公司家庭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开球仪式了，请至开球位置。教学跟大家挥个手，嘿，以尖叫声回应1、2、3。开球仪式，掌声欢迎今天的打者，大有来头，欢迎台湾三得利总经理顾立德，欢迎顾总经理。也请副总跟大家挥挥手。好，副总请做事挥放一下，好，暖暖身。接下来，请掌声欢迎开球仪式的捕手，掌声欢迎墙头好打杨耀勋。张秀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场的16，我们倒数，3、2、1。当然觉得可以更好，就是刚刚练投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，然后越投越好，但是一上去就是担任开球教练，开球是差不多，对。那觉得桃园主场气氛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好，随便遇到。那另外来讲一下，就是这一次当代言人是有一个公益的活动，这方面稍微说一下。对，就是其实一开始就有在讨论说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，然后后来因为他们这边做的是这样的公益形式，那我自己本身也觉得这样的形式是非常好的，所以很快就。他们在赛前的时候也有跟球迷朋友互动玩这个9宫格的游戏，山场是有特地要让给球迷吗？刚开始有，但是后来是发现真的很难，对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向，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